做学生的家下参加北山沙，本人安尼一张爱好，运到山脚台，理念片也成人路屯狗马沙，生态佮有热闹。本单做业务工作的理念片，10年前去到石塘，伊发现到堤水库虽然保护期嘅石塘生态则蛮丰富，全台湾用叶贝有380种，堤石塘入侵的到150种哦。 唔过石塘嗰冇发展，又冇像附近嘅太湖南庄按有名。故作伊开始同沙期学校合作，做资源调查，判土壤讲错一道，想提经济发展，喺个生态当中寻到平衡点。伊还设计嘅一啲用石塘菜地嘅原始生活做元素嘅山脚台大模型一个作用，为太人设置透过个奇妙嘅游戏来认识石塘。 通识物含个环境议题，重新来问那人类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它现在是春天，所以会长得很鲜嫩。等到它木质化之后，这个拿来烧可以驱蚊。驱蚊。对对，所以阿婆的蚊香。哦，阿婆的蚊香。嘿，阿婆的蚊香。第二影片细细嘅传染度，你一看就发现得到动多波。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捏哈，我们只要看到我们的新店老街里面有卖那个猪笼板，绿色的，就是加这个，哦，这个捏板，嘿，捏板。光係視覺應該拍翻幾個，兩下也還得看到。他們居然在東南亞還有使用這道東西，可是在台灣因為經濟的發展，大家都忘了鄉村的知識哦，所以就沒有再使用這個拍法捏來做一些料理來吃。好，這個對。 这其实蛮可惜的了。小时候看过的那个白花益母草，那小时候真的很多。那可是自从那个整个的这环境改变以后，几乎没有见过了。土台學界下參加登山社，因老記按住照片名按到山腳台，電影片下橋除了生態就嚟當前嘅染粉。 幫每歲看到老山腳台主管嘅東西，就會成為大轉移。掉地數跨個空界，巴黎充滿瞬界，每件都係幾個收藏品。就掛天馬拉類嘅卡邦，還有一個用嚟30年嘅金龜螺絲杯。想買幾個很貴 ，OK。佢買下來佢就佢哋班冇翻好事啦，還沒你帶上來。佢養眼病都好好，30年都用。 斯坦票提醒沖掉，有啲面對水庫嘅水源保護期，冇乜開發，所以也保留人當到天然生態。那從來前幾年做嘅乜嘅蝴蝶調查哦，全台灣嘅蝴蝶哦380種，到石潭可以尋到150種。韓國有豐富嘅客家文史故事，另一篇認為是他們嘅條件其實都好，是係冇人留意進合片來推廣當打賞。美律也有2大慢城哦。 你看到南莊、三呢、石潭東呢，都有中間。它要怎麼想到？可以慢城，可以洗溫泉哦，就緊扣石潭。你像石潭，你想不出一張圖騰都可以。像大湖來講，你會覺得說它現在是草莓的故鄉嘛？可是草莓故鄉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單一化了。那這邊的話，它還是保持它原來的生態的環境啊。 所以電影片開始做資源調查，設計小厲害，圖大家深度去探索，發現石潭就幾讚。明明都買個到，那就買到嘅名產。啊，以往你為要到位，可以慢慢的體會，要到跟這塊土地產生一些連接。希望石潭很難有發展，不過唔係為到為觀光來做觀光。譬如講，上禮拜我帶一張千里步道嘅手工做步道嘅旅遊團體哦。 我真東南亞做呢裡邊可以行5點鐘啊！可以講從歷史裡邊看，也得有台灣產業的變化跟遺跡，東島其實我嚟講是點鐘嚟講的。三網推廣石潭生態文史，電影片很老兩種元素結合起來，開發當入石潭特色嘅裝修，山腳台大冒險。比如說有人走到馬口魚，別人走到我的地盤。 你就質問那個人，5、4、3、2、1，他講不出來就把他的卡片搶走。那這樣懂了？念客語就好了。念客語。好，我了。綠色對綠色，好，有沒有這張卡？有人趕快舉手問他。我。倒數5秒。那個是，然後這個是2、1、0。
抢走，抢走！就是它里面是有很多昆虫跟它的天敌，然后玩法是就是到达一个点，然后拿牌的那个人会问那个到自己站的人，问他问题，然后如果对的话就会拿到那个卡片。就出屁虫，ก็有没有头掉了的，我们该出有，反正就個生命會係保育類動物，就做得好多東西，加到生物界帶動差唔多那種嘅環境。一幫年你去搞也做一啲社會，搞有的生態的概念，生態的知識就有的開始學生們，可是有的你開始有環境的覺知受菇的力量。慢慢的有，他會注意那些東西。也是生活關心環境和學嘅到學會。做乜嘅客家人話嚟講，安尼生物一定有原因呢。大家以前對認識安尼生物一定有它的邏輯跟方法。安尼只是攞傳承而已。按生氣嘅教法，比草地教書上學，學習到嘅好好和好，還唔會受到天氣嘅限制。我建議也大幫教做主來研習試探。可以拿到別的地方搞，咪可以了解亞達威生態嘅東西。比如講這個地方有同歷史不同嘅地方，同生態不同嘅地方，同環境議題同不同嘅地方。ran卡講嘅係包含空氣污染、水源保護等之包住環境議題，喺教療當中來學習，為教嘅人想看下自家落環境嘅關係，也係對土地發展出來嘅遊戲結束，還做得聽呢連入去對知識嘅世界度，深度做有獨學嘅元素。實踐導覽，當然看下最有地方真嘅東西，比如講今日看到嘅個立春有冇？其實我印象牛年樹嘅構置唔會結啦，人家總比實體，就造成人家的農產品的收成就很。那你現在看到的是它成蟲，那它們在交配那交配完就會產，每一次下蛋都14顆。那這種臭屁蟲會對龍眼樹啦，只要有那個果核的植物都造成影響，荔枝、龍眼、無患子。大自然就係最好嘅教材，基準要除為注意上唔多嘅東西，大部分歡喜。不過也為意學校學欠到嘅，雖然當地嘅做嘅事情從唔多萬嘅錢，不過連入去做到當條，也盡量看按樣嘅做，就唔會偏衝強。因為做生態工作，假如從啱嚟講，做下你我做嘛，你我落身其實也鄉村需要一些新的文化、新的東西進來當然不是改變它的文化，而是去融入在地，跟符合在地原則的一些東西一齊提漲咗主價值，連獻給三九泰嘅連入去，對大自然得到能量，對試探得到自助，還能為了了到佢得到嘅分享出去本下到機，韓國啲好玩陪伴齊提。